to my channel。咁而家春天就嚟咗啦，咁大家知唔知道從深圳到中山1個幾鐘頭就可以去到嘅3個寶藏公園係邊幾個呢？咁今日呢條視頻呢，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從深圳到松山1個幾鐘就可以到嘅3個寶藏公園。咁呢3個公園呢，都可以話係親子活動勝地，保證有山有水，又有新鮮嘅空氣，可以一次性滿足你哋全家放電同埋充電嘅需求。咁第一個公園我想介紹嘅呢，就係中山嘅金鐘湖公園啦，佢係新手家庭嘅金牌選擇。咁呢個公園呢，佢幾乎係一個零難度嘅公園，佢絕對係親子徒步嘅入門教科書。咁關於呢個金鐘湖公園，佢最大嘅賣點係咩呢？佢就係環湖綠道又平又闊，所有嘅 BB 車同埋滑板車通通都係暢通無阻嘅，輕輕鬆鬆就可以行一個圈，細路仔都完全冇壓力，老人家都會覺得行呢個公園都係十分之舒服嘅。咁佢隱藏嘅玩法係咩呢？除咗徒步之外呢，你仲可以帶定啲麵包啊，或者係其他零食過嚟野餐，同埋放風箏。咁呢個公園呢，平時週末人氣係非常之旺嘅。如果想揾個靚嘅車位同埋去野餐嘅話呢，就一定要早啲嚟啦。咁第二個公園我想推薦嘅呢，就係中山嘅樹木園，佢可以稱為移動嘅自然科普課堂。如果話金鐘湖公園係散步嘅天堂、徒步嘅聖地嘅話，咁跟住落嚟呢個中山樹木園呢，就係一個超級好玩嘅戶外自然博物館啦。喺呢度齋行山、齋徒步其實係超級簡單嘅，因為園區裏面每種植物都係有佢哋自己嘅名牌，你可以同小朋友玩尋寶遊戲，例如話幫我揾下榕樹嘅氣根喺邊度，或者係呢種花叫咩名，可以一路行一路學，咁知識呢就不知不覺就入咗腦啦。咁佢有另外一個優點係咩呢？佢嘅景觀係非常之豐富嘅，有溫室啦，有竹林啦，有山塘啦，同埋風景轉換得比較快。咁好多地方都有樹蔭，就算天氣熱都唔怕曬嘅。咁呢一度呢，我就俾啲私家貼士俾你哋啦。咁你哋可以帶定啲白簿同埋顏色筆，俾啲小朋友畫低佢。咁呢份旅行作業呢，肯定係滿分嘅。咁第3個公園呢，就稍微有啲少少嘅挑戰啦，佢就係五桂山嘅長磡郊野步道。咁呢一個呢，係一個升級版嚟嘅。咁我自己之前都有過一次真實嘅體驗咯，因為呢一度呢條路的確係有啲陡嘅，咁有段路呢仲要沿住啲小溪嚟行，有啲呢仲係石頭路，但係淨係因為咁先刺激好玩。小朋友可以體驗真正嘅爬山嘅樂趣，可以拉住爹哋媽咪嘅手一齊克服小困難，成功梗係爆棚嘅。咁對於呢個公園嘅終極鼓勵係咩嘢呢？就越行上去，聽到個流水聲就越響嘅。咁所有嘅辛苦都係值翻票價。咁好啦，呢3個寶藏公園我就介紹完啦。首先我嚟總結下，如果你想輕鬆休閒嘅呢，你就去金鐘湖公園啦。咁如果你想邊玩邊學嘅呢，就去中山嘅樹木園。咁如果你想有啲少少嘅挑戰呢，就推薦你去長磡步道嗰度。咁至重要嘅呢，就係出門之前要記得查好天氣，做好防曬，着埋運動鞋。咁最後你哋最心水嘅係邊一個公園，或者你仲有冇其他嘅親子勝地可以推薦？歡迎喺評論區下面話俾我知。如果大家鍾意呢一期嘅視頻，歡迎訂閱、